多谢会馆，搁再来关心咱拄开始新闻嘛，讲到讲台湾民众党不分区立法委员蔡壁如，伫立法院和立法委员的助理，伫人面前讲伊爱假鬼假怪，即马这个助理的身份已经互人找到，这就是民进党立法委员陈文平办公室的人员。下早陈文平嘛证实这件代志，伊讲应该是会当互相来理解，来看拄则访问。昨天我也是看了他的脸书才知道那因为他没有写得很白，我后来去找了一下发生什么事情那大概了解一下昨天的那个立法院的公办助理训练营的状况了。那因为这些年轻朋友在我办公室都习惯说我们做得到的才讲，做不到的我们不讲所以他们虽然在立法院待了快1年我也是强迫他们去参加新生训练。那昨天的确是在那个状况，他们大概觉得说如果是有心立委本身要来参加这个新生训练的课程，那就应该要大家好好上课。那结果大概是新科的蔡委员应该比较忙啦，在外面受访的时候打扰到他们，所以他们这些年轻朋友大概不太愉快。不过我觉得这个应该可以互相理解啦，这些小事情。委员想问一下，这个陈之梦的事情，现在大家有传出一个说法是说，因为蔡总统上任了，所以他选择请辞。那你自己有听说过这样的说法？请辞一定是主动的。那大家也知道，陈之梦监委他的个性的确是比较正直刚烈一点，所以我相信也不太有人说可以去影响他自己的决策。那如果他可以主动请辞，蔡总统也批准的话，这个都尊重他。现在蓝委是把他们操作成，这是有很大的一个选举考量在。如果选举考量的话，选前就会公布嘛，所以选后大家才知道，这也表示说大家并不考虑选举啦。那监委的职权跟监委现在必须要在立法院那个过半同意的状况，其实监委常常他的政治立场都会有时候会被认为说高于他监委所需要的那个当初的功能，所以我自己的政见认为说，虽然门槛高需要修宪，但是我认为应该回调监察院。现代的民主政府其实监察院的功能在行政院跟那个司法院处理就好了。所以其实监委在这个时代，即使他做对的事情，那因为处理到政治人物，都会被认为有政治考量。我觉得这一点对所有的监委办案来说都没有必要了。那这个监察院真的该废掉了，这个才是更严肃一点的问题。委员院上有人讲说，这个中兴大楼这个西侧的这个风水好像不太好，你有这个感觉吗？还是？其实在立法院各种传说都有啦，以前还有说议场里面哪一个位置特别身体会比较不健康。我自己不信风水，我在第9届回来立法院之后，我们办公室根本连抽签都不抽签我们主任去代表我，然后他就说最后一间剩下就是给我们。那这一次我也顺利连任了，所以我觉得这些风水啦，哪一栋楼哪一个办公室特别怎么样这个都是增加一点过年前的那个这是故事性而已啦这些拜官野史大家听听就好。那立法院里面其实比较主要是大家有没有努力，有没有被选民认同，我觉得这一点才是重点。那我不认为有什么风水的问题。你怎么看？因为现在邱毅其实好像在这个大陆上当起网红来，甚至散发一些所谓的这个武统言论您认为这样是恰当吗？邱毅过去在台湾不管在民意机关里面还是在政党里面都吃香喝辣。结果你真的真面目一掀开来那他竟然是小时候看着他们这些人喊着要我们统一中国，然后三民主义统一中国，这些人现在摇身一变成要中国武统台湾，这就是他们让人家厌恶的地方。如果你回想几个月前国民党还要提名他做不分区安全名单里面立委，你就觉得真是吓死人了那国民党现在也在讨论说他们要不要去修改他们政策纲领里面的9·2共识。其实9·2共识也让马英九总统执政8年。他们当初没有去发现说，或者刻意忽略掉说，中国在这个什么一个中国里面根本没有各自表述这件事情，所以现在早就该被淘汰了。国民党他们要去思考，就是说，不管你用什么样的两岸主张，你遇到中国膝盖就软的问题，这种自己内部都没有这些坚强守护台湾主权的共识的，你用什么样漂亮的包装、漂亮的词藻来都没有用所以邱毅这些人。那证明了国民党内部的确有很大国家认同的问题。那我希望说，这并不是世代或青壮派的问题。国民党要认真面对他们对于中华民国、对于台湾，他们自己的主张跟认同是什么。如果连武统这样的人，然后现在大家还在怀疑吴思怀他的国家认同，那你国民党怎么样把这些人端出来，告诉大家说你们对中华民国有这些责任跟义务我觉得这个才是重点。